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2月17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2篇，撒迦利亚书第8章第1节到17节，马太福音第8章14节到17节，28节到3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着刚强。着刚强壮大，这是圣经中间上帝对约书亚所讲的一句话。因为年轻的伊就要来线接以色列的伟人摩西来做领导者。相款的情形伫新约，咱看到保罗对着伊的接班人提摩太安尼讲：毋通叫人看轻你少年。字句虽然无同款，但是鼓励甲勉励意思却是相同。着刚强，特别是伫面对无法度担当面对的这个情景的时阵，上帝咧对咱讲话，着爱刚强。先伫撒迦利亚书第8章第1节到17节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对我讲话。伊讲我深深疼惜锡安，热爱伊，疼甲心狂火热。上主佮讲，我要倒来锡安，要踮伫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要称作忠实的城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地山要称作圣山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。将来耶路撒冷的广场会搁当火烧，掠官仔的老阿伯、老阿姆伫遐伫坐，城内的广场会搁有真济查甫囡仔甲查某囡仔伫遐伫漂泊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到遐个日，流亡倒转来的子民会看这做无可能，我减嘛会看这做无可能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佮讲：你看，我要对日出的所在甲日落的所在解救我的子民。我要带因倒转来住伫耶路撒冷，因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，用信实甲公义对待因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着坚强。这是恁伫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圣殿下地基要重建的时，所着听先知讲的话。伫遐个日以前，以及前生拢无人请，佮因为有对敌人出入无平安，因为我互人互相对敌。毋过现在我袂过亲像以前安尼对待流亡倒转来的子民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：因通平安夜景，葡萄树会结果子，地出土产，天降露水。我要互流亡倒转来的人民享受这的一切。犹大家甲以色列家啊，以前恁伫列国中，互人看做是受咒诅的，现在我要解救恁。互恁真做受祝福的，毋免惊，着坚强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恁的列祖惹我受气的时，我有决意降灾下互因，无改变心意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现在我决意要施恩互耶路撒冷甲犹大家，未改变心意，恁毋免惊。恁应该做的是安尼。着互相讲真实话，伫法庭审判，着照真实公正，促进和睦，毋通假冒歹代，互相陷害，毋通手假传，因为这的代志拢是我所厌恶。这是上主讲的。基督的军队者，门徒、使徒。或者是现代基督徒应该安怎来刚强家己呢？简单来讲，就是讲人无法度靠家己坚强，只有会当靠主来刚强。耶稣基督伊伫彼得的场是要互伊的场靠主刚强。
也要借着安尼，互彼得会当刚强继续来服侍。两个被圣灵附身的人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，表示着搁较烂的情景，拢会当靠主来刚强来得胜。因为耶稣基督的权柄赢过五常宗派遐地所代表的权势。马太福音第8章14节到17节、28节到34节安尼讲，耶稣就记伫彼得因兜，看到伊的丈夫发热，倒伫面床，耶稣望伊的手热退去，伊就起来伺候伊。黄昏的时，有一寡人带真济互圣神附身的人来耶稣遐，伊用一句话甲圣神拢赶出去，佮医好所有的病人。这是要应验通过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，伊承受咱的软弱，担当咱的病痛。耶稣过去学的迄变化，到加大利的地区，有两个互鬼附身的人对蒙堡出来，拄伫遐，因向戒戒，所以无人敢对迄条路经过。因忽然大声喊：上帝的囝，你莫插阮！时还未到，你就来甲阮苦楚死无。一时离因亚巷的所在有一大阵猪在讨食，鬼求耶稣讲：你若要甲阮赶出去，就带阮进入伫迄群猪。耶稣甲因讲：恁去。鬼就出去进入伫猪群，忽然间猪群拢对山坪撞落去湖内，对死伫水内，毒死伫水内。饲猪的人就逃走入去城内，将一切所发生以及互鬼附身的人拄着的代志，拢报人知。全城的人拢出来要看耶稣，因一个看到伊就恳求伊离开因的地区。诗篇42篇，上帝啊，我的心迫切羡慕你，亲像鹿羡慕迫切羡慕溪水。我的心最大羡慕上帝，永远的上帝。我什么时阵会当到上帝面前去朝见？我每日用目屎准饭食，我会对着一直在问你的上帝伫倒位。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，用欢喜称赞的写大家守节。我对念这的代志心非常悲伤。我的心啊，你是安怎郁卒？是安怎伫我内面害惨？着仰望上帝，我要求要称赞伊，因为伊是我的拯救的，我的上帝。我的心伫我内面郁卒，所以我要对约旦的地、黑门、美善的山笑念你。你的瀑布出声，深烟甲深烟相呼应。你的波浪，你的大涌温密我。日时上主施了伊的慈爱，暝时伊互我唱歌，对赐我活命的上帝祈求。我要对上帝我的召唤讲：你是安怎袂记得我？我是安怎着因为对着的压迫、悲伤行来行去？我会对着欺负我、拍碎我的骨头，因一直咧问我：你的上帝伫倒位？我的心啊，你是安怎郁卒？是安怎伫我的内面害惨？着仰望上帝，我要求要称赞伊，因为伊是我的拯救的，我的上帝。恳求全能的上帝，阮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帮助阮，互阮坚强壮大。无论拄着任何的境况，拢靠主得胜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